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轻松应用下来，开启你的课语新技能。剧透课语，Let's go！ 大家好，我今天不是一颗梨子姐姐，我是 James Bond。大家好，我今天也不是阿凯翔，我其实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的伊森汉特。那个暗号是……不好意思哦，现在间谍谁还在跟你对暗号？都是认指纹了，或是扫瞳孔了，好吗？等，这是你的任务，如果你选择接受它，和之前一样，你和你的 IMF 成员被抓或被杀，我们将否认对你的任务知情。本资料将会在5秒后自动销毁。Good luck。等，不可以销毁，不然大家今天就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好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类型呢，就是谍报类的影视作品。如果刚刚我们这个音档被删除后，就白录了哇，很会自己接话嘛哈。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刚刚一开场呢，我跟阿奎熊分别扮演了好莱坞最有名的谍报作品里的2位主角。首先来跟大家介绍第一位，掌声欢迎给黑 James Bond， 英国军情6处的特工，代号是007。从1962年上映到现在，已经推出了25部007系列作品，至少有6位男演员演过这个角色哦。没错，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玩过那个007啊，007装子弹啊，装子弹。好，谢谢。好了，那伊克丽姐姐刚刚讲的是007系列的男主角，对不对？对 ，James Bond， 詹姆士庞德的经典台词 James Bond。他的经典台词很酷就一直说庞德，我是詹姆士庞德。对，而且我觉得他腔调好有魅力哦，是蛮有魅力的，他讲出来就好有魅力哦。那如果我讲的话，就是好像差了一点点感觉。你可以讲一下 James Bond。有啦，我想大家听完之后应该是觉得你很帅。少在那边，好啦。他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他每次到酒吧都会 Vodka Martini， 一杯伏特加马丁尼 ，Shaken not stirred， 用摇的不要搅拌。有没有拿起酒杯先帅一波吼？一定要先帅一波啊！除了先帅一波再说啊，还有更帅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每次出任务的时候都要搭配许多精良的特殊武器，像是什么藏有炸弹的手提箱啊、间谍照相机、密录系统、变声器、神枪、水中呼吸器，真的是让影迷看了大呼过瘾真的，这个特务间谍呢，这样听下来根本就是真人版的哆啦 A 梦吼。在那帅气的西装里面都藏了很多的道具哦，只差没有任意门而已。真的，那再来就是第2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特务间谍，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的伊森汉特。哇，这系列的电影啊，那个阿汤哥有没有 Tom Cruise？ 从1996年开始演了30多年的伊森汉特，好久哦。我也很喜欢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系列哦，我几乎每一集呢都会进电影院去看。然后呢，我觉得阿汤哥每次都在自我突破，这是真的。对，而且电影中的那些特技画面啊，都是他亲自演出哦，像是街头飞车追逐、自己开战斗机、攀爬杜拜第1高塔，还有那个起重机跳悬崖之类的画面。这些大场面呢，都让不可能的任务每次推出都能登上票房宝座，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哦。嘿呀，说到这，
阿汤哥已经60几岁了耶，还是每一个镜头都亲力亲为，我真的很好奇耶，那他下一期还要挑战什么？是不是？我帮他想要个挑战，什么？每次都在挑战共哈嘎发，我就可以挑战可瑜。他可以说矮黑医生韩特。我觉得，我还真的蛮期待的，最好是发得到阿汤哥讲客家话啦。不过呢，说到特务或间谍的电影啊，真的是万年的票房保证，因为有超刺激的动作冒险啊，还有那个卧底间谍之间的那种暗潮汹涌，还有充满斗志的情节啊，故事常常都给它峰回路转，反转再反转，更重要的是男女主角总是男帅女美又神秘，这样的类型啊，观众永远买单。想想看哦，电影里面演个间谍 spy 或是特务 agent， 就像007里面的詹姆士庞德，有没有？随时能潜入军火商的秘密基地，还能一路开着跑车，哇，又有美女相伴，哇，顺手呢有空就给他拆个核武炸弹，有空有空是不是？对，所以说啊，这种角色一定有很多演员抢着想要演，对不对？一定的啊。不过007这个角色可不是人人都能演，好不好？要演技好，要有知名度，还要帅，还要有肌肉。所以每当电影公司推出新一代007人选的时候，就会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没错。那回到谍报类的作品呢，早期经典的谍报作品都要有暗号，对，这样呢才能辨识敌我的身份嘛。我呢就找了几部网友推荐的经典暗号来跟大家分享哦，像是第一个周星驰007大战金枪客这部戏超经典，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无人能超越，百看不厌。没错，当男主角阿七跟情报机构的搭档见面时，他们的暗号就是那个伊格丽姐姐，你演一下那个007好不好？我演007，对，然后所以你要演达文西。好，我们来对一下暗号哈。我是达文西，力拔山兮气盖世。好，换我。时不利兮，骓不逝。阿七，文熙，请叫我达文西。为什么我们自己演完就觉得好好笑哦？因为这部戏经典就是经典，在看起来好像很离谱，可是却很认真，对吧？对。好，还有像是成龙的电影《A 计划》，哇，这部电影超红的，我那时候就是去电影院看的。故事呢是说，为了要打败横行无阻的海盗，由成龙扮演的卧底打扮成商人，前往渡船头准备搭船，但是呢，要前往海盗大本营之前，必须要先跟船家对暗号，这样呢才能顺利到达海盗藏匿的大本营哦。那暗号怎么对？暗号就是我是成龙，我是撑船老板。好，成龙就说：船家去不去鞭炮店？去鞭炮店干嘛？点炮仗。你用什么点？一副忠义胆，3支长寿香。你要先点哪一串？3串齐鸣，天下太平。答对了，上船。好有趣哦！好想按铃哦，叮叮叮叮叮。光是要想出这些五花八门的暗号，也是要花一些脑筋的。真的。话说，在早期的谍报电影里啊，暗号几乎是标配。因为那时的间谍工作需要隐匿和保密，那暗号呢就成了确认身份的方式了。不过现在啊，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间谍已经不需要靠暗号来确认身份了。没错，随着科技的进步呢，现代的谍报片都是已经数位化了像是加密讯息啊，对，还有对指纹啊，扫描瞳孔啊，对不对？那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少了一些那种对来对去的暗号就感觉少了一点经典谍报作品的魅力好像有一点不过谍报作品经典有经典的魅力啊，科技有科技的新潮啦。好的。那我们俩是不是终于要进入到今天要介绍的谍报类作品了？来嘞！好哟，这是一部英国动作谍报影集，它有早期经典谍报作品的感觉，但又不是现代的风格，就叫做黑哥 Black Doves。有识的你个呗？哎呦，我觉得客家话讲起来蛮好听的。有识的你个呗？
哇哦，黑色的鸽子。好的，好啦，正经。好，那这部戏的主角是一位集美丽、智慧于一身的专业女间谍哦。在早期呢，大部分的谍报电影的主角啊，都是以男性为主。所以说男间谍的角色数量呢，可是远远超过女间谍的哦。不过呢，近年来女间谍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对，像是红雀，有没有看过？有啊。黑寡妇有，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黑哥，当然有啊。好的，我们赶快来分享这一部作品。不过我们先来个暗号 ，Black Doves。好，这暗号好弱哦。Let's go。海伦是一个典型的好姑娘、好阿妹，固定平静的家庭生活。海伦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不过，也喺平常的表面下，肯定一个隐蔽的真相。然而，这平凡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真相。原来，佢係一個專業的暗探。原来。他是一名专业间谍。按多年来，佢同真自家老公的機密情報，傳送俾一個名嘅很多無價的神秘組織。多年來，她將政治家丈夫的機密情報傳遞給一個名為黑哥的神秘組織。海倫條條嘅mand電組織同老公發生婚外情。還冇生意同自家係暗探的身份本人知道，但是海倫偷偷背着丈夫與組織發生了外遇，還不小心泄露自己間諜的身份。冇想到婚外情的對象本人沒有得，沒想到外遇對象被暗殺，海倫當傷心艱苦，決心要同兇手請出來。海倫傷心欲絕，決心追查真兇。才發現佢自家建議一場動態嘅 email，能夠雙重嘅身份就會本人知道嘅危機，卻因此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龐大的陰謀，雙重身份也面臨曝光危機。我们对间谍的印象啊，通常是冷静、精准，不会犯错的齁。像是伊森·韩特或是詹姆斯·庞德这一种，他们计划很缜密，从不让私人的情感影响任务。但是黑哥这部影集的女主角海伦啊，完全不是这样哦。她不是电影里面那种典型完美的间谍人设，她是一个为了情报跟任务，连感情生活都被操控的间谍。对，大家都知道齁，间谍的世界里啊，如果犯下一个小错，往往呢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那这部影集里面呢，对女主角这样子的人设呢，会让这个角色不只是间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挣扎、会犯错啊、会被爱情影响的女人。没错，我觉得啊，就是因为这样的设计啊，让黑哥这部影集有别于大部分的谍报作品哦，它让间谍啊流露出人性的一面，这也是这部影集最大的看点。不过这部影集啊，虽然颠覆了一些传统间谍的形象，但它的剧情架构啊，还是符合经典谍报片的公式。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些公式好吗？好的。首先，第一个公式就是挑战关键任务。在这部影集中呢，女主角的任务啊比较复杂一些。是。首先呢，她要维持她间谍身份不能被拆穿。对。好，再来呢，她要去查出杀死情人的凶手。是。没想到杀死情人的内幕并不单纯。好，那这就来到了谍报作品的第二个公式。就是破解神秘高难度的黑暗势力。女主角黑人
追查到一半，发现这个凶手可不是普通的坏人哦，而是来自一群势力庞大、深不可测，甚至动摇英国外交的黑暗组织。我来补充一下。通常谍报作品的黑暗势力一定会牵扯到国际政治、金融阴谋或阴暗的军事行动，而这些阴谋通常会在电影的结尾或是影集的最后一集，编剧才会让你知道那股庞大的黑暗势力、无敌的反派组织是谁。为了要让黑暗势力藏到最后才揭晓，就会延伸出谍报作品的第3个经典公式，那就是谍对谍心理战。女主角在追查的过程当中会开始怀疑，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些杀手？是谁？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谁才值得信任？好可怕哦！该不会是？好哇哦，就是各种心理战哦。所以你看呢，女主角她在外遇过后，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的间谍身份。那当然，组织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哦，先派人保护女主角，然后私底下呢也动了不少的手脚，最后居然，好了，一直这样子卖弄神秘，然后又一副想要爆雷的样子。一定要的啊！你知道这谍报作品跟推理小说一样，最忌讳爆雷了。如果我全部都说出来，这样子就失去了那种沉浸在相互猜忌、相互背叛的那种紧张感。还有反转的刺激感也是好的进入到最后谍报作品不可或缺的第4大经典公式，就是刺激动作大场面，是要有枪战、肉搏、冷血刺杀，对，还有等等等场面，这些都是一定要的。没错，这样各位观众呢才会看得很爽嘛，对不对？是的。另外呢，因为这部作品的间谍她是女性，所以呢有几个场面呢我看了特别有感觉，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啊。你记得那个视讯的那一段吗？就是当女主角她正在躲避敌人追杀的时候，还跟她的孩子来一段温馨的视讯。我记得她还说：“乖宝贝，赶快上床睡觉哦。” Hey baby, go to bed, go to bed。然后女主角呢一挂完电话，她下一秒她的表情马上变，立刻大杀四方，厉害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桥段，就是女主角呢她为了要保护她的伙伴，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拿枪扫射敌人。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我很怕她就要生了，对，超紧张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她很可怜，好不好？怀孕还要拿枪扫射。不过说到这里，我要申诉一个小地方，就是所有的谍报作品里啊，那个主角们都是无论场面多刺激，但我的妆法永远维持帅气美丽。这是一定要的，因为拿枪扫射的时候呢，妆法团队随行，最好是。好啦，回到我们今天分享的谍报作品《黑哥》呢，真的是集所有经典元素于一身哦。还有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介绍那个007系列啊，或是不可能的任务系列，他们每一集啊也都吻合我们刚刚说的那4大公式哦。而且常看谍报作品的听众一定知道，许多谍报作品中出现的那个情报单位，是真实存在的情报单位哦。那这些情报机构在现实世界中都各自肩负了不同的使命和任务，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常看谍报作品的听众一定知道，许多谍报作品中出现的那个情报单位，是真实存在的情报单位哦。那这些情报机构在现实世界中都各自肩负了不同的使命和任务。没错，就从已经拍了25集、横扫上亿票房的间谍人物007来说好了。007呢，他所属的这个情报单位叫做 MI6， 是又被称为军情6处。是，那它是英国负责海外间谍工作的情报机构，低调又神秘哦。就连英国政府都到1994年才正式承认它的存在。是的，这个 MI6 是世界上公认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之一哦。早在那个2战时期它就活跃于欧洲、南美洲和亚洲，秘密执行谍报任务。而且当美国加入2战时， MI6 还协助培训美国的战略情报人员，可以说是情报界的百年老字号，
就百年老店就对了。跟大家分享哦，我读过一篇 BBC 的英国广播公司访问过军情6处一位匿名的现任情报人员。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吗 ？OK， 我访问你好了。好，来。我现在是那个军情6处的匿名现任的情报员。你应该是要退休了吧？好，这只是演一下。OK。好的，记者，你有什么问题？好，请问一下，军情6处的谍报人员都会像007那样身上带着各种精密的武器吗？对此，我们既不确认也不否认。OK。军情6处总部真的有个实验室，里面摆满了像是007电影里庞德用的那些高科技小玩意儿吗？我们这里有一整个工程师团队，专门开发新的工具跟技术。但跟电影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不是一群穿着白色衣服对科技走火入魔的人。至于那些间谍小工具，我们会跟情报人员密切合作，确保每样的装备都能真正满足他们的需求。哇，是不是连回答都很神秘？没错。要回来了是不是？好，另外一个在电影中常常出现的情报单位呢，就是不可能的任务系列伊森韩特隶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底下的非官方情报组织。在现实生活中啊，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是活跃于美苏冷战期间，是由总统直辖的谍报机构。是那 CIA 的工作内容包括策划暗杀、绑架、爆炸、推翻外国共产势力或是政权，因为他们策划过太多大大小小的海外行动，因此呢被许多国家讨厌。好，那讲到 CIA 美国中情局一定会提到另外一个他的死对头，就是神秘的苏联情报机构 KGB。说到俄罗斯的这个情报机构啊，以前苏联时期啊 ，KGB 是情报界的大佬。不只负责国内情报，还搞国际谍报，甚至执行特种任务。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 ，KGB 也跟着消失，情报系统呢被重新组织。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俄罗斯特务的毒药传统。哇，好可怕哦！毒药传统很可怕可是这不是电影桥段早在1930年代，苏联就成立专门的研究所，研发各种特殊毒剂，成为情报战中的秘密武器。这种独门技术啊，一直流传到现在，让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更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说实在呢，只要想到他们有可能真的在这世界上默默进行这些卧底工作就会觉得好不可思议真的而且呢，感觉好危险特务啊，卧底这个职业是伴随着许多风险跟挑战的。真的，看电影呢，真的看得很爽但是呢，现实就不一定是这样子咯例如，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影视作品里的谍报人员为了任务，在各地神出鬼没，还可以环游世界？但是这个生命随时都会遭遇到威胁，压力山大，甚至还得每天担心这任务会不会成功，简直是环游世界用命换，可以吗？又例如，影视作品里面的谍报人员可以掌握机密的情报，随便一个情报就可以影响国家跟国际局势，感觉自己就是在操控世界的棋盘，成就感爆棚。但是可能会进入法律跟道德的灰色地带暗杀、窃听、背叛，这些事情可能让间谍在内心挣扎中迷失自我。又例如，影视作品里面的谍报人员可以身怀绝技，还有酷炫小道具，等，哆啦 A 梦。对，然后他们还接受全方位的训练，学会不同的语言、战术、骇客技巧，薪水也超高，根本就是行走的精英代表。但是要随时隐藏真实的自我，必须随时随地的搬家、改身份，连家人都得保持距离，甚至要一辈子说谎。为什么？因为就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暴露啊，所以再怎么厉害，内心也是孤独的。而且你想想看啊，退休后这些技巧跟绝技到底能用在哪里？是说凯翔，你是不是谍报人员？我有可能是。不要想说谍报人员都是长肌肉的，也不要想说谍报人员都是180，
170也可能是，小心一点。好，没关系啊。但如果我是的话，不可能马上公布自己的身份。我跟你讲，谍报人员就是这样啊，你永远都猜不到啊，搞不好我也是啊。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对一下暗号？好了，所以你刚刚是不是有说什么退休后这些技巧跟绝技要用在哪里？对啊，用在哪里？我跟你说，近年来呢，有不少的谍报作品，他们拍摄呢是特务或间谍他们退休后的故事，好看呢。像是呢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这个超危险特工，好看。这个剧情呢就是在讲一群 CIA 退休特务，他们被卷入一场危险的阴谋。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还必须带领他的老搭档们一起对抗危机。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好看，就是好看在这群特务们他们的退休日常，跟杀手本能的那种反差感。对，你看像是退休后他们要学插花，住在老人院，整天看电视然后呢下一秒他们可能就是恢复杀手的本能。真的是很有效果啦。对，这种反差感我蛮喜欢的。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谍报作品，那么最近其实也能看到亚洲电影工业开始尝试这类的题材哦，说不定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不同风格、不同文化视角的谍报电影呢。没错。好，说完这些谍报片的背景知识，现在让我们来分享今天要教大家的客语哈嘎发。好的，刚刚说到这个间谍特务呢，他们都是暗中进行困难的任务这就给我了一个灵感，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跟暗有关的客语。没错。首先说到早期的卧底特务都需要一些暗号，是，暗号的客语怎么说呢？四线枪，暗号，海陆枪，暗号。好，这些卧底特务呢，通常都选择在晚上出任务。那晚上的客语怎么说呢？四线枪，暗部，海陆枪，暗部。因为这些卧底啊，都会躲在黑漆漆的地方交换情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教黑漆漆客语的不同说法，可以很多种说法太有趣了。先来分享第一种讲法，就是四线枪暗咚咚，海陆枪暗咚咚。你再念一遍，暗咚咚，暗咚咚，不觉得很可爱吗？对来黑漆漆的第二种说法，四线枪暗某某海陆枪暗某某。哇，还有第三种说法哦，四线枪暗某洗手，海陆枪暗某洗手。哇，好可爱哦，真的听起来好 cute。而且这句客语呢还有旋律感，哆瑞咪发嗦拉西嗦西嗦。有连其实我们客家话很厉害光是一个黑漆漆就有很多种说法还有一个也很可爱。你说来，四线枪暗某叮咚，海陆枪暗某叮咚。叮咚叮咚叮咚，罗特务，你的任务来咯。我觉得这些好像可以串成一个暗号你是说全部串起来哦？对，我们要不要来对一下暗号？可以啊，我们演一下间谍来，假设现在有一道门在我们之间，所以你现在要来我家就对了。好，那你先按门铃。那我要来按门铃咯。好哦，叮咚叮咚。好，开门。暗号，暗号，暗部，暗部，暗咚咚暗咚咚，暗某某暗某某，暗某洗手，暗某洗手，暗某叮咚，暗某叮咚，叮咚叮咚，拜拜。其实有点难呢，我们的暗号有点长，有点难。这表示我们是很厉害的卧底啊。好了，那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复习一下今天跟暗有关的客语哦。好的，一开始暗号的客语，四线枪暗号，海陆枪暗号。那晚上的客语怎么说呢？四线枪暗部，海陆枪暗部。好，接着要来分享黑漆漆哦，四线枪暗咚咚海陆枪暗咚咚。再来黑漆漆，四线枪
昂某某哎，海陆腔昂某某。好，一样还是黑漆漆哦，四线腔昂某洗手，海陆腔昂某吸收。下一个还是黑漆漆，四线腔昂某叮咚，海陆腔昂某叮咚。好的，客家话有好多不同黑漆漆的讲法哦。是不是其实客家人应该就是当特务的料吧？哇塞，你真的很异想天开耶！你觉得很黑是不是？那你可以选择把电佛打开啊，这样就不会昂莫叮咚了啊。哦，好像也是哦。是呀，好吧，那我们剧透客语下次见喽，拜拜，拜。其实还有一个系列谍报片很有名，那就是《神鬼认证》啊。但是那个主角一开始就失忆耶，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我觉得这种特务不太完美。那什么样的特务才完美嘞？特务追，完美特务追，冰冻全场焦点，把你定格在爱情盲点，完美特务追。为什么一定要追？你为什么要追呀？他就是特务追呀。Let's go。